人都已经来吃背包咋？等啊不等个哇？我的订单呢？当我欧包来落单两个看看呢？那个才是我的订单噻，一点也是我的订单。多还要多，我要本去粉丝看看，多喊我弄差两两个，但都讲我屋里没差开，大牌的，大头、中头、中线，侬搿高师傅没白套。那个是真的。阿拉老刘肯帮我吃，我做牛做马都肯。琵琶大宴开吃。我2005年才是从埃个上头播起，我今朝晓得了，从屁股头开始播。我搿琵琶已经得手了。我领哪来个地方来会得搓的？你到一个琵琶就是我猜的。早上5点钟，我爸爸就起来采。东山白条诞生地就在这里，中国枇杷第一村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吃的枇杷是正宗里的正宗里的正宗。吃枇杷嘛要吃东山的，吃东山的就要吃搓湾的。反正刚来讲这里打山海，再好只要在两个子女比较。东山到哪些还有个地方再打。人家侪晓得个呀，作为一个琵琶东山最好吃。像人颜色。都到了上海自家买，不说到买一哪大个琵琶的，也买不得个好呀。大炮头40到50克，最高60克一张。那个没有研究的。你现在带宝宝一起来，阿来子啦？你身子缺氧的呀，这才大家最勇敢，真的没还是最勇敢。吃个皮下当就分样的。不吃吧，不吃侬，吃个呀侬。我帮侬讲，香烟没琵琶好吃。哎，我从来没吃过伊拉大个琵琶，光不好听了。两个吃过吧？这样子我个光，这个福，还有一口。哎，我讲他现在靴子的琵琶好了，我想着啊。金丹来着，还是个大知识哇！哎，你看我今天靴子叫琵琶啊？哎呦，现在当到去见识啊！琵琶是哪菜下来干？哎呀，不要去猜，不要去猜，人家辛辛苦苦种出来干的。你猜人家也猜你。我还不喜欢人家猜我干，农民蛮辛苦干，真个1年多的，你看呢？哎呦，搿你上去猜琵琶啊？喊我爬上去猜我情愿飞吃的。搿琵琶侪立辣个加水缸浪向猜的，哪看见？你是看呢，当看，但是浦东看不见噶。那5摊房子里随便立辣路上阳台上看不见，跟我俩有劲，有劲啊！吃看不想想，对个。人那么多，你看我也不觉得，我们弄出去的都是好。你当到高师傅有个共同特点，反正讲来讲去，你都是在喊。